后来继续要来看是这个卫福部针对着太鲁国号的事故设立的捐款的专户，到11号为止收到的善款是超过8.1亿。卫福部开会确认这个捐款有7项的用途，包括予罹难者家属甲伤者必要的生活辅助、医疗补助、教育资助、心理中建甲法律的辅助等等，会摕全部善款的1/3，用于的罹难者家属的辅助金。另外嘛，决定讲，即届这个捐款提早伫4月15来截止，无爱阁收了。头一个事故，49个人往生，真侪家庭破碎。卫福部紧在专户到昨为止，已经有超过81000万的善款，免怎运用有共识啊。会运用的范围会包括，对于我们的罹难者的遗属、伤者及家属，我们会希望能够提供生活扶助。哈，那生活扶助包括给予扶助金及必要的经济支持。委员会讨论出7大共识，包括罹难者家属、受伤人甲家属的生活辅助金，伫健保代替互因的医疗给付以外，另外互因复健的医疗补助，也有往生者以及受伤的人因后生查某囝教育费用的赞助，现场看到的人客甲救援人员的心理抚慰金、法律辅助费、补助直辖市甲县市政府办理关怀支持服务，以及其他经过同意的项目。我们会在4月15日的0时，好，我们就会提早来停止。善款的1/3会用伫罹难者家属辅助金，若是以目前捐款的金额来算，有超过2亿7千万会捐予49位往生者的家属。